行過油麻地茶餐廳，咁睇住蝦多士、凍檸茶呢啲繁體字，有冇諗過香港會唔會將繁體字改為簡體字呢？咁我同你講就肯定唔會啦。咁行多兩步街就知道點解啦。咁1842年開始啦，香港俾英國管咗150幾年啦。咁雖然當時嘅官方語言變咗英文喎，咁但係你睇到教堂旁邊嘅關帝廟、茶樓入邊嘅福字，咁中國文化嘅根基一直都喺度冇變過㗎。咁包括政府嘅文件、學校嘅課本、街市嘅檔攤，咁全部都跟住傳統走。咁改咗咧就反而唔對路啦。咁依家行喺彌敦道啦，咁睇住啲書店啊、郵局啊嘅招牌，你會發現繁體字就唔只係一種書寫嘅方式啦，咁更多咧就係一種文化嘅象徵。咁老一輩寫封信咧就見字如晤、敬重時期，咁帶一啲文言文嘅味道，咁讀落去咧就好有底蘊啦。咁後生仔發 WhatsApp 打食飯啊、傾偈啊，都自然係用繁體。咁如果改咗簡體，就好似拆咗舊樓，總之咧就少咗啲香港味啦。咁所以你話香港會唔會改簡體字？咁除非茶餐廳唔係菠蘿油啦。